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睇我哋嘅繪本故事演述。今日為大家演述嘅繪本係可以哭，但不要太傷心。作者係內田麟太郎，繪圖係高茶和美，而翻譯係施密加。今日為大家演述嘅有梁秉活飾演爺爺，趙柏橋飾演孫仔，劉卓森飾演旁白。你仲係好似以前咁樣一直喺度等啊？到依家仲未知道我已經走咗啦。如果你知道咗，大概會一直喊落去喎，淚流滿面咁，細細聲咁樣喊個不停。咁算唔算係一個喊包啊？冇錯啊，你就係一個喊包嚟啦。不過爺爺就喜歡你呢個喊包，喜歡你呢個喊包嘅你，因為喊包懂得體諒人哋嘅悲傷。大衛啱喺度叫啊！嗰啲係爺爺同你一齊聽過嘅雀仔叫聲。紅蜻蜓喺度飛啊！係啊，係啊。嗰次係你第一次用手捉到一隻小昆蟲。嗰陣時你好得意咁樣轉過頭過嚟，對住爺爺露出咗白白嘅牙齒。你喺度嘅時候，我就一定係陪喺你身邊。我喺度嘅時候，你亦都一直陪喺我身邊。咁樣嘅我已經離開咗你啦。你可以喊，因為咁樣本來就係好難過、悲傷嘅事情嚟嘅。但係你唔好太傷心啊，因為我喜歡嘅係面上帶住笑容嘅你，我喜歡嘅係奔奔跑跑嘅你。如果你能夠忘記咗我，亦都好，但偏偏想要忘記，就係忘記唔到。不過時間會俾人慢慢嘅遺忘，生命就係用咁貼心嘅方式喺度運轉。雖然係咁樣，人偶然仲會喺蔚藍天空下，喺遙遠嘅雲端，喺風中，喺街角，忽然覺得想念起嚟。其實日子一日一日咁，一年一年咁過去，你會長大成人，同你喜歡嘅人談戀愛，仲生埋你嘅細路，然後有你嘅孫仔。嗰個小孫仔會捉住隻紅蜻蜓，然後好得意咁樣轉過頭過嚟，對住你露出白白嘅牙齒。嗰個時候，你會喺心裏邊低聲咁樣講：哦，你終於明白啦！由爺爺傳俾你，再由你傳落去，一代傳一代，呢個就係生命嘅意義。死去嘅人
都希望在生嘅人覺得快樂、幸福，除此之外別無他求。所以你可以喊，但係唔好太傷心，畢竟我已經永遠離開咗你啦。更何況我最愛嘅仲係一個笑容滿面嘅你啊！望見爺爺嗰張空凳，你就或者會記起我，但係唔會再傷心啦。相信大家都會領會到，生命就係用咁貼心嘅方式喺度運轉，人類嘅傳承就係咁樣一代傳一代，由年長嘅傳俾年輕嘅。我哋唔會遺忘嘅係長幼之間嘅共同經歷同埋感情。所以今日我哋明白，對死咗嘅長輩，我哋不時會懷念。望到蔚藍嘅天空，我哋會想起你；望到遙遠嘅雲端，我哋會想起你；喺風中，喺街角，我哋會想起你。而家我哋大家一齊參與，當我哋講到偶然會喺蔚藍嘅天空下，你哋就接住俾個心咁樣講，我哋會想起你。當我哋話望住遙遠嘅雲端嘅時候，你哋就接住俾個心咁講，我哋會想起你。當我哋話喺風中，喺街角忽然嘅時候，你哋就接住俾個心咁樣講，我哋會想起你，得唔得啊？偶然會喺蔚藍嘅天下，我哋會想起你。望住遙遠嘅雲端，我哋會想起你。喺風中，喺街角，忽然我哋會想起你。多謝大家。